少君，要不然就配合他们一下，跟他们走一趟吧。等事情弄清楚了，我就去接你回家。夫君，人家刚刚都夸我明理守法了，做不好在人前驳我吧。反正事情又不是你做的，配合一下。好，为夫就给你这个面子。走吧，司刑大人。韩硕，少城主嘱咐，万不能可着饿着韩少君，还特意送来了您惯用的茶叶和茶具。司刑大人，有了新的无常。真给我了？这支卫队可是你在华阳城唯一的底牌了。你把这个给我了，万一我不值得呢？我看天色可能要下雨，便穿着你为我做的鞋子过去了。没错，这防水防滑还耐磨。传少城主令，韩硕身为花园城少城主夫婿，本该安守本分，服侍妻子，却因妒忌伤害无辜越人，罪大恶极，论罪当诛。念其与花园城少城主的夫妻之情，将其流放南疆，重兵看守，不得重回花园，亦不得返回玄虎。韩硕，接令。芊芊呢？我要见他。这是芊芊写给你的休书。他一定有事瞒着我。要不就是你从中作梗，小仙不会这样对我的。芊芊说过你不会死心。也罢，我可以让你们见上一面。少君，少城主在里面等你。
为什么？修复那为什么？无非是倦了、厌了，不喜欢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你说出来，我们可以一起解决。你承诺过我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会与我商量，不会独自一人擅作决断。